原来做乜嘅？我老飞赛有啲问题，想去向所长主持公讨。所长根本冇形象。我第一件冇形象，古所准批来，佢看到心情就会好嘅。无奈啊！唔是谁哦，有佢不负爱啊。陈妹，伊心内一拍枪火共款的同情倒起来，相信伊姊的能力，讲歌因所要听的话，是个给你这些年前的未来，留等未来的希望，抛等欢喜的心情，本期留做归位家人的珍品。陈妹，东哥，你做错乜呀？陈妹啊！小组長，新都不参加お見えです。小九，すみません。小九，これはお子様に。これは所長にどうぞ。くだらない。話はいい。本題を申せ。所長、恭合法，私殺批改聯合法。亞擺飛沙高綁的明明快鐵，不過佢哋唔承認，會港鐵人順勢心態，像是自己上主持公投，どうか会社もう一度協力してお願いします。バカ野郎！没讲批改聯合法，不是你講，哪次過？綁的冇問題。初本大家都看到的，3萬人民起上去，冇200件，一根本就係飛沙欺負人啊，小舅。違います所長。こいつめ、わからないか。で、3万。乖乖轉去，乖乖種甘蔗，7萬大邊，有一日天未種出，
又大又尖嘅甘蔗。いいサトウキビはいい値段にしてやる。今年変に低位甘蔗出問題，莫怪フィサ。よしこ、お客様のお帰りだ。有报电呢，哥哥下去唔家己人关起来哦。其他讲买嘴法，哪有按到精神医疗去搞赔结果呢？今日对来，其实飞沙根本就是冲动的嘛，条件死啊本。唔卡包做人，要比唔得飞在机法。其中日本人当然听日本人啊，看唔低嘿。爽你啦，讲鸟的时候，你里面喊过的啊？事情冇咁简单。歹势，讲太急嘅，我会想办法。基本上无买孙，那你还想关系？先落去。阿弟咯，喂，你杯坐。娘诶，晏叫好冇？ comedy， 懂好？勁嘅，看做的。拄好，我有請幾個朋友來，有朋友啊？有。晏叫冇看到，嚟，嚟小記下下。皆さん，呀，係迷你蟲嘅寶，呀，係台北以後教嘅創業，人從細看下睇好朋友，真得咯。大家好。要教麻將冇？哦，唔着教，唔着教，超好嘅。大家打牌係小見，好教聽聽啊。これが終わったらやりますか？いいです、いいです。好啦，嚟幾片坐。嚟坐。哦，坐。姐，我聽講今年農民組合有一支同飛沙抗議哦，你想哪動態呢？無農民組合嘅事情，係飛沙同渣農之間嘅糾紛。聽講巡查啲現場還開倉呢。按兩倉，乜嘅叫款啊？我咩冇乜清楚啊！啊，一通。迄個農民組合有晒蟲，應該唔是少。嚟，佢哋聽說要報復農民嘅。按叫啊，人種花未見來見清盤呢，見來見到人接觸到左派思想，你愛保護自家嘅權利，提起來對抗日本政府和資本家。我呢？我你講講錯？香港這樣子啊，ここにいるか？bang bang bang！有啊，人德龍就咩資本家，佢係未來太醫生。先生，做咩呗？我裝你去醫生館嘛？你係很轉來啊，我就支持你，然後你可以見醫生館。什麼？すべての薬剤俺に任せ。唔就殺手要退胎哦。当たり前じゃん。錯啊，你要不要用個險風轉來啊？哦呢，有事情我老唔陳想。
哎，知魔，我老爱残穷。这听说会重游的事情，周人讲。哦呢，哦你该，我看你。就他妈大败圈。哦。你这个我是恋爱的哟。我觉得哟。错啊！天公下厨，叔叔去上家早都有福利，讲我去抢太甲吃饭，我去参上嘛个，村里比神镇吃鸡吧。我唔记得嘞。你用我唔记得？老顺茶暗示我。唔讲叔叔去受众哦。安 Q 啊，日本鸦片当地个做派组织，加上鸦片，农民组合要闹到一台。俺很堂讲台北个片啊，要发生几下天此年个事件呢。要到俺一条啊，从头爱批下行政，爱批太年10番。马路口水里能够，真正的问题还有你 Blue George。你不准出来，各位做得了。说不定再从那里就这证明口牌也是根本无事。对了，没有事情，我老爱残穷。哦，无啦，像迄爱亚摆，转来要伫武卡带家一波的，要不是来搞草原啊。原来是残熊，做唔来。好好。错啊，我朋友本来贴出来个牛奶糕，我去拿。好，咱等转来，我好好打追顾。好。无安尼做，你就可能无非才使死是嘛？奇怪，才爱死的笑，变个飞都暗，说明你心怕，还有机会，我剩你命，无安严重，听说还有办法。总有办法。应该还有办法。这不行，听说还有办法。3人の大人が乗って200斤ですか。佐藤さん、これでは農民に釈明できない。やはり計りを正してもう一度評量しましょう。本田君、会社には会社なりの考え方があるんだよ。よし、君は今日ここへは来ていない。そして何も知らなかったことにしたまえ。それでいいだろう。いいわけありません。今世間では農民の請願問題があるんです。執行部からも特に注意して職に就くよう言われています。万が一あなた方の評量のせいで問題が起きたら誰が責任を取れると言うんですか。
姓どもは今年の砂糖の値上がりのことはよく知っている。だから今年はこんなにたくさんサトウキビを生産しているんだ。もし我々が本当の重さでサトウキビの重さを測ってみろ。うちの会社は大損だ。そしてうちは潰れる。もしそうなったら君が責任を取ってくれるとでも言うのかね。よし、ここはお互い日本人同士助け合おうじゃないか。そしてこの大日本帝国を支え合おうじゃないか。どうせ台湾人どもは奴隷にされ慣れているんだよ。君がそんなに気を使うことはない。わかりました。所長の指示を仰ぎます。指示を仰いだところで同じだよ。君だってこの間の騒ぎのことはよく知ってるだろう。君がそんなに意地を張るのは百姓どもの火に油を注ぐようなもんだ。ちょっとしたことで武装革命だぞ。男だめにバンバンって2、3発やるだけでは済まないんだ。そうなったら君のところの発祥の問題じゃ済まなくなる。州の役人どもだって総督府だってみんな黙って見過ごすわけにはいかない。我々は何も奴らに金を払わんというわけじゃないんだ。奴らだって我々の他に誰にサトウキビを売ろうっていうんだ。そういうことなんだよ、野田君。古所放大美地磅的有问题。早晨巷道有检查，期间是违反港中米渣公土，总系沙头根本唔分记，很罕的安部也土地要叔叔去示范，外看叔叔去所种要本记数买的，唔免唔是去请叔叔去的。那做本去的，根本唔会分啊！手里也着阿本的，要强动的。要一条。我个条，中也无人看，拿咩条？行兄同我讲，飞沙保险上伫哪？我迄人来钱拿出来。哦，老多人去了甜定哦。哪该啦？要讲到迄年花，我讲真紧的，会考虑老农族强用去抢烟无？抢个屁卵啊！无可能农族人系上好嘅咋？伫巡查面前，你连屁卵都唔敢打。抢烟，抢烟的友好，死都使的。差妹，哎，大家讲好了，我不敢笑啦。啊，你没信号啊，你就省一条诶。马开好，哪个转来啦？突出你上的判法，听说老爷无强用。铁龙，带上爱做嘛呀？我爱做医生，上阿爸强用，做得9年。做医生就爱做读书的，莫像阿爸办有事的。三妹啊，三妹，三妹，三妹啊！哎呦，德龙啊！德龙，你那叫上来喏，用摩托车甲讲哈。哎呀！哦，阿是吧，阿兄哥，我咪张转，还冇时间去老太家阿姨杀子。太家来有乜嘅事情啊？阿舅三妹吼，同我哋都契約啦，喺度都要啊，怎啊？要啦要啦。三妹講吼，叫做貓頭貓眼頭咁渣。啊！結果坐邊飛沙哥，有乜事情，请来就我。他们从来发生乜嘅事情？事情你見過就會啊？你總歸哪一個交代出來啊？
老太家添麻烦。参妹，真紧请歹势，莫小可奈。对了，唔要抢费事理是好的啦。你没苦过的恩人，伢老太想要穿台前做生意，而你太家是坚持自己，你还发生事情，太家是等你拿钱，你总会讲出只时间来啊。是吧？我又无讲无去办钱，莫爱请太家落遐做嘛个。参妹，抢太家唔行，一件事，我两兄弟听错会负责。不过，一下要拿出很多钱，实在有困难。有困难呢。按都总感知哪就无困难啊？就讲那是万钱较实在啦，万钱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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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先谈一句，呀哈呀贵件事，做迄因为志同飞沙有毛准的蹦的，迄蹦干渣，佢着知法犯法。唔是讲很多啦，呀客用哦，迄惨的同下条惨的，同飞沙无关系啦。用袂无关系，总爱继续种田手老飞沙有关系。迄个唔要得惨，老豆猫太个干渣，做得太参加视察。唔着迄唔要压枪做得拿到亚哈的家私。土孙人拢会想爱强用的。亚哈飞沙干伫蹦的同事局，未来就敢继续欺负人，唔免嘿。根本嘅，俺无讲唔万钱。我强系想拜托大家，本来一时时间，老师是真想查出来，大家无应该七家人欺负七家人，会应该联合起来，强下去向飞沙讨公道。错，爱讨公道，我用个讨公道啊？抢烟。啊，抢烟？错，用去抢烟。我来下抢烟书，够抢大家抢命。俺的政府怎会从事？未来，俺怎唔会帮飞沙晒叫叫？喂，好了，无大家是第一步的，看抢烟的情形，用唔怎来讲啦啊？好啦，看在你托属你的面子上哦，俺就等下一步的啦哈。什么大家？我还老多土孙有机会，唔就抢烟听听。参妹，还有饭有冇？哪位冇诶？无诶，听我怎买，想哪做？好。哥，哎，劳动有买方法，结果老给到农族的强用，抢年轻民要开动起家呢。我相信政府唔会凊彩纵容飞沙，听说会重新沟泵，万大家会炸公头。无按简单，亚洲 case 咧，我阿本来同意啊。唔老记着讲道理，唔过记着咱工作头上的嘛。无此款拢袂得啊！也系个政府，就要面对家人民，对政府起这以前。演出公法的权利。唔过也政府无施肥啊，错唔错都会记得讲的呢。日本政府嘅法律，强对日本友好，对生命体无好。因为老记得讲公平，唔通乖乖做个孙民就好咩？好，敢唔讲？参妹，除了抢烟，你有别的办法吗？无咩，参妹，也还因为唔贪心输球，太个干渣，怎会闹到？错，就爱因为爱贪心咩？唔过俺嚟做免费用爱吃噶，俺为了太监，俺为了。
也紧来服阮。参妹，你先呛大家，呛念书，总对人就会伫你有心结结。迄讲呛念成功，前年问题没做的，做100结结。俺伊那佛。草诗如草诗，总卖讲钱。那是问，参妹，我伫阿爸阿远顺全爱去推药膏，不问是未哭嘞。我真记得，其实我较唔晓读书，你就比我较强咩？古上来种甘蔗，读书真合理啊。无骗的，我真记得，今年的范作风，你几发没无讲。其实今年过后，也见过因一家。读书呢，迄书读太多，会思下小说。无讲法就委屈，跟你上年做的呀，没委屈啊。敢建议。做乜嘅唔讲法？我迄点个想，所能用嚟做，常做地春太切。结果那地位变到基本样呢？水无开牙。演技、民法、语文，已经转到副卡，一切平安。新道流，新道流。何なんですか？お前は新道流だな。はい。援護しろ。はい。何のつもりだ？離せ！離せ！大日本帝国万岁！吊牙万岁！新作流。なぜ小林北を殺害した？どうやって殺した？だけ！変態です。私の友人が亡くなるで、染めるために怪我になっただけです。どちらも軽い怪我で、大した怪我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軽い怪我で人が死ぬのか。小林の友人は皆お前たちが日頃から張り合っていたと言っていた。きっとお前が被害者に嫉妬して闇の喧嘩の最中に殺したに違いない。喧嘩の後彼はまた激でした。喫茶店の人々も見ています。まだ認めないのか。医学を学んでいるのなら何らかの方法を使ったとしても不思議じゃない。お願いです。私は無実だ。報告します。一体何だというのだ。話せ。修凤，修凤，你有没有？我本三公我台。三公，等于非人手。原来电话哦。俺娘硬做的，唔错，迄边先做一点钟，啊，不管啦，先安尼。师傅，原来电话，派生。师傅，原来电话哦。师傅，声音啊！哥，救你啊！声音啊！师傅，等下。哥，哥，你们有件事冇讲同人啊！安端。こっちか。師傅，我到哪？走给我。走给我。有看会吗？啊？有诶。多少诶？不多诶，多少诶？我全部都唔起啦。唔是强，唔是强，唔是强，我重新练就好的呀。有两两无，有好，错的错的。错，重新练。师傅，没长有位，叫我先不要聊啊！等下出来，等下出来啊！啊！
唔想诶，唔是啥，冇事诶。好在唔係同拖去沙個，像係唔拄好又對喺過面，不過一下幾件冇事诶，唔好虛榮，做事溫柔诶，同家就會好。安子說。陳妹。哦，陳妹喺捱老台，捱紅咗錢得龍，又喺牙布卡，應該係佢載唔過來嘅。寫下字，冇甜筒，係攞唔夠咗嘅。唔可以欣賞啊！哦，我唔係欣賞啦，我唱喺以後先。小鳳，哥，家姐有囡仔喏。春心烈，小鳳，春心烈，春心烈，你係咪係春心烈？我會不會嘅結婚出遊啊？爽哦！你有冇想到？日上課唔好碰到水，唔好捅到。錯，小鳳，你做唔嚟行路哦？根本係啲啊，小三改變我冇去講。不過我根本冇咩唔過啦，小三改變我冇講，其實唔好用耳法，其實係用耳法嚟做。唔好用呢班收嘅啦，實實夠咗嘅啊！陳妹，唔用會跌到人哋。冇啊，冇事情啊。小鳳，唔好好歇困，我嘛該怎同我講，吼？我們送到哪裡啊？我去正好買東西，路風跌倒。路風跌倒？係啊。我啲成家風跌下來，咩怎樣呢？係咪本人打？冇啦，我去正好買東西。本女茶衝到去跌倒，牛茶，衝到人哋講擺火茶哦。火茶。錯嘅，我看今日堂下動亂，老實講，係咪永遠是麻煩？冇啦，係我啲嘅情書。情書？唔要算查人說。做的凊彩留給搶價，搶價又沒加錢嘞。來，寫下字去你朋友啊。係啊，佢啲順茶小茶做些，寫埋啦。會痛哦。排泄啊，來啊。
还讲小条小面，做人哦。无啦，係兔爸爸的，點解會中意挨？唔兔爸爸，唔過係喜歡，唔中意佢嘛，要望弄佢，要中意挨住，唔知。悶啊！來，痛咯！挨味道唔好，阿哥，來，喂，挨會唔好，來。係啊，挨點唔去做生意，挨拖完上啊，也能慘上咩？咁做唔得啦，睇完聽下咧就小汪轉移，死神掉！啊，轉移交代咯。我無限就去無限，你還會再冇問題啦。你在？你講咩噃？哎呀，我見唔來就來。你唔我，上呀，係你挨拖完再。是說你要做點拿錢，按你沒請好咩？陳妹，安坐，朋友嚟打水鼓啦，先生少。我有較好誒，我行去看中去。啊？安尼我睇空口冇？唔會啦。錯不呢什麼唔掉啊？冇乜嘅啦。我分得，父母差老娘個講什麼，咩冇減錢，娘個佢對我嘅命。冇啦，其實老愛講什麼就會老佢講什麼嘅啊。誒，兩啥還是講錢嘿？其實輕鬆要嘅行起落沙土捉出來，我個要嘅就。小人推逢天天啊！錯，什麼天時間老實都捉出來，家唔過討嗌什麼嘢個啊？佢打咗就出門，唔係等你愛來揾藥嘅，爭我佢講就好呀。好，根本呢唔是處理咁雜嘅事情哦。唔是啦，你爽口較要緊。其實唱泰國總係總去出好誒，我但唔做冇，泰國看起來就按魯夫，挨講佢去戰鬥服咧，安尼人爽口唔會好，人腳唔會好呢。嚇，有看到挨拖嘅嘛？拖嘅，咁快啲從嗰本沙公牛嚟片？怕黑啦。唔怕。啲講起拿出好呀，啲家裡用錢呢，咩冇相關。你冇長眼要長呢？哎呀，哪一隻推嚟天天，我結叫啦，仲去到阿本嚟同阿條嘅講錢就好誒。小鳳，廿四時真係輕鬆要嘅。阿德龍，我呢？根本你用我要行來。我呢？聽講咱叫我去台北，做啲打唔一副先明。同樣做對啊。係咪有某個事情啊？我呢？有一件事，我要拜託，唔講唔清楚係拖係搏命。
我娘讲，做对天数，爱切对天数。爱伫台北，翻到指名事件。其实今年从头后，爱家在日本同学，你还好好，佢根本唔免爱吃的。不过，从本日巡查，咱爱走去竹塘兴桥，有妈妈方便爱出路。爱真紧唔知，其中乃是上阿岛，又爱做去尿尿，安尼。爱向伊无说一枪就无办法做以后到吐俗的。哦，爱听。听来，你要老事情的条面，小细讲一摆，好无？爱家在日本同学。沈梦生，第两个。会嘛？古手唔是我两分用的。系啊。啊。不过好交给骗，故所坚持，就能退后。バカ野郎！農民の請願の問題など、なぜ先に片付けておかなかったんだ？ボケ！掉去啊死啊不！随存人知，阮着转头爬入来出人，甲恁换人无地带，骗我讲因非法，本爱强心。相思真厉害，头上搭着平鼻鼓，身躯消散苦。